港耀能協會作為獲社會福利署資助前10名嘅非政府機構，我哋一直堅守要誠所受、卓越展能嘅信念，透過跨專業團隊，以引導式教育理念為本，為唔同年齡同埋類別嘅殘疾人士提供各種類型嘅專業康復服務。60年代初，由田以玲教授、羅怡基博士、關愛瑞博士，連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專業人士，創立香港勁聯兒童會。其後服務擴展，喺2008年改名為香港耀能協會。耕耘超過半世紀，一直為不同年齡及類別嘅殘疾人士，以全人意念去維持及發展佢哋嘅教育及福利。至今，協會服務單位遍佈全港，提供涵蓋所有年齡層嘅4大服務：兒童及家庭支援服務，結合教育與治療，以個別、小組或流程訓練，為有特殊需要嘅幼兒提供教育及個別化康復治療與訓練，啟發幼兒嘅學習潛能，為未來成長發展做好準備，同時向家長提供支援，並肩輔助幼兒成長。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對象係由初生至6歲讀緊普通幼稚園嘅幼兒，由家長帶到中心接受訓練，同時鼓勵家長陪伴參與，將訓練成效延伸至家中。特殊幼兒中心對象由2歲至6歲嘅幼兒，沿用引導式教育理念，透過整合系統及調適課程，提供全日制密集式課堂及訓練。到校學前康復服務，針對懷疑或已經確診有特別學習需要2歲至6歲嘅幼兒，透過到訪不同幼兒學校，提供個別及小組訓練同埋入班支援，讓幼兒可以喺自己熟悉嘅環境接受訓練。同為到校服務嘅喜耀同行計劃，對象係小學、中學以至高中嘅自閉症學生，着重提升佢哋社交及學習能力，融入校園生活。而發展超過20年嘅耀能兒童發展服務，屬於非牟利自負盈虧單位，服務包括醫生評估、診斷及轉介，並提供言語、職業及物理治療、教育及臨床心理服務，對象由初生嬰兒至中學階段嘅學童，至家長、學校老師以及教育或康復團體。喺家庭支援方面，設有家長資源中心，專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嘅家庭而設，建立家庭支援網絡，發揮自助互助精神。協會有3間為肢體傷殘及多重障礙兒童而設嘅特殊學校，以引導式教育為理念，本住有教無類嘅精神，提供小學至高中嘅主流及調適課程。學校同時設有宿舍，照顧因為各種原因而有住宿需要嘅學童，亦透過跨專業團隊，包括教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、言語治療師、社工、教育心理學家同護士，針對學生嘅不同需要，提供多元化學習策略，以照顧學習多樣性訓練，同時學習生活技能，以應付生活及成長所需。學校着力發展全新嘅 STEAM 課程，訓練學生嘅解難同動手能力，誘發學生主動學習。學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同活動，發展學生潛能，致力培養學生喺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嘅涵養，幫助佢哋認識自己嘅優勢，盡早制定生涯規劃，裝備自己，為將來投身社會做好準備。成人服務提供住宿服務、日間訓練中心、職業康復服務、綜合康復服務中心
以及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，全方位發掘服務使用者嘅潛能，學習生活及工作技能，以便融入社會。住宿服務提供護理、照顧、訓練、治療，發展佢哋嘅認知能力、體能及興趣，建立社交支援網絡，培養佢哋自立互助嘅習慣。日間訓練中心透過引導式教育為本嘅課程，提供與生活息息相關嘅訓練，持續增強日常生活技能。職業康復服務包括庇護工場及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，連輔助就業隊，提供特別設計嘅工作同訓練環境俾學員練習，培養工作技能及習慣。更成立家品品牌紫心家醬 Muse Casa， 提供更大嘅舞台俾學員發揮潛能。綜合康復服務中心應用不同嘅先進科技系統，例如自動化藥品包裝系統、人臉辨識防游走系統、智能消毒設備、完善嘅洗衣工場、天台種植、樂聚天倫園地及共融煮食天地等。自閉症人士支援服務為高能力自閉症人士、其家屬同照顧者提供全方位支援，包括提升人際關係、建立支援網絡、升學就業出路等，幫助佢哋面對不同階段嘅需要。社區支援服務全面照顧居住喺社區嘅殘疾人士，透過訓練維持佢哋嘅身體機能，延遲入住院舍嘅需要，等佢哋可以融入社區生活，同時減輕家人嘅照顧壓力。多元化嘅社區支援包括以離開醫院準備重返社區，專為四肢全癱人士而設嘅過渡性住宿服務賽馬會新業居，專為離院病患而設嘅新界東日間社區康復中心，集中提高佢哋嘅活動機能同自我照顧能力，並提供照顧者訓練同工作坊等，舒緩照顧者嘅壓力。家居支援服務係綜合式嘅到戶服務，包括復康治療、護理、點到點接送、家居改裝等，改善殘疾人士同照顧者嘅生活質素。此外，新界西綜合社區康復中心以國際功能、殘疾和健康分類為服務框架，融合日間護理中心同家居照顧，並引入多項先進嘅科技同輔助儀器，為區內有高度照顧需要嘅殘疾人士提供連續貫通嘅支援。持續復健中心屬於協會非牟利嘅自負盈虧單位，一站式專職醫療團隊，提供包括門診及到戶嘅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、言語治療等，更從海外購置各種先進儀器，配合手法治療，令康復效果更全面。兒童屬協會非牟利自負盈虧單位嘅復康座椅服務，同樣引入先進科技，例如 3D 立體掃描、打印、切割技術，設計同製作出符合不同使用者需要嘅輔助配件同復康座椅，同時提供復康用品租賃以及復康座椅流動車服務。協會致力促進業界不同專業發展，籌辦眾多培訓課程，內容理論與實踐並重，傳授高質素專業知識，薪火相傳，為康復業界未來孕育更多優秀人員。協會專業同工不單研發各種教材套，讓同工提升教學效能，更開發創新科技，收集臨床數據，強化治療效果。定期派員到世界各地考察交流，除咗同海外機構合作引入復康服務新知識，協會職員亦不時應邀為本地或海外機構舉辦專題課程、培訓、講座，以及提供顧問服務，推動認識以及實踐協會行之有效嘅跨專業協作精神。協會積極推動商界合作，
實踐創新意念，促進傷健共融。協會以一個立字作為標誌，代表協會喺德、智、體、群嘅樹立，更重要係背後表現立己立人嘅仁者精神。展望未來，我哋會堅守協會嘅使命同埋信念，為殘疾人士提供專業而優質嘅康復服務，推動關愛共融，朝住成為世界級康復機構呢個偉大嘅宏願邁進。